美國總統奧巴馬喺星期六參加2次美國爭取投票權嘅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遊行嘅50週年紀念活動，呼籲美國人為使到國家更美好而共同努力。奧巴馬承認爭取平等權利嘅努力仲未獲勝，但係呢名美國第一名非洲裔總統對參加阿拉巴馬州塞爾馬市紀念活動嘅成千上萬群眾話，佢反對並冇取得改變嘅講法。紀念活動正值因為警察對待非洲裔美國人嘅問題而再次引發美國種族關係緊張之際，好大部分嘅焦點一直喺密蘇里州嘅弗格森鎮。當地喺舊年一場街頭衝突當中，一名白人警察開槍殺死咗一名並冇攜帶武器嘅黑人青年布朗。但係奧巴馬話，雖然司法部喺呢個星期嘅報告認為弗格森鎮警察經常違反黑人嘅公民權利，但係呢個並不能夠抹殺美國喺種族問題上所取得嘅進步。